修好地方心期盼，更为了胸襟看那连为本，为民请自须为这千古风人豪迈此归去来，一曲清风迎欢笑。大人，离婚进城了。老夫人的滚存，只怕是要到了。蓝玉，命我下马等候。大家听啊！贵姬都尉府有令，迎接新太岁到省，年人未必见言喽。回去！什么时候放映啊？是啊，新太岁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放映。回去！我的雨下要烂掉的呀！回去！喂，哎，你耳朵聋啊？几年了，不能过去。大嫂，我爷爷病重，要去镇里做牙，不能过去。大嫂，求你帮我过去吧。喂，去！哎，走，回去！哎呀，俊爷，回去！哎，俊爷，你让我回去啊！铁大人，怎么外不请到？大嫂，我要进城替做牙。滚他真是慢！请问这位是都尉府的总管？哦，这位总管，小姑娘抓呀救人，还是快让她走吧。你是哪里来的？今朝是新太岁到城之际，实不请到婚姻，稍有损失，才这废小。难道为了一个太岁新生，连百姓的命都不管了吗？你这个人老少蛮多，少管孩子。去，大嫂，快回去！哎，
老夫人，请问刘大人？哦，老身是刘聪的母亲，刘聪他骑马先来了，先来了。好，恭迎老夫人，多谢孙大人。老夫人啊，我是中国必须结啊！哦，老身眼力不好，失礼了。老夫人，多消息。老夫人啊，这位才是都尉府的孙大将军。哦，孙将军。哦，多谢孙大人。母亲，孩儿在此，恭儿母亲。啊，聪儿啦，你们先到啦。我们到了，已经都死了。OK。母亲，一路辛苦了啊！请问，个下子好，在下就是新任归籍太守刘聪，刘聪，迎接参事，正朝拜见刘太守，拜见刘太守。拜见刘太守，哈哈哈哈！诸位请起。怎么回事？啊，贵姬下日国员怎么不到这里应门？不，是下官劝告他们不要来这里。在下实则未能确保太岁安全，没有那么严重。下官骑马献迎，并不进城，正好图一股私财，有劳都尉援引了。刘大人一路劳等，请上轿进城。请。刘大人啊，正在草地一子，在你上任前，归集军与我们都尉府孙大将军参为太官。听闻大人上任，孙将军满心期盼，特意安排盛大的欢迎仪式。快，多米说下昔日问安了。新太守到身，这道红日高升，贵尽万民欢腾。当时无事，都尉府已经无迎宾馆19级封，也是卯日期，归集所属各员，习而于阳山楼、八仙楼、望海楼、中古楼、朝阳楼、七星楼3场所，9夜迎接太守。怀金张灯结彩的那场戏，与民同乐，7天7夜。接下来，沈将军陪同刘大人驾临各院，视察名山大菜，节约民生顾家，考察地域文化，品尝民有特产，留下珍贵墨宝，下的重要知识。接下来，请太守分为太守府、御用、金武书次、官道、土里、衙门、药院、上尉、领导、国民集团体、国医老医少、各乡镇代表与这4个全场的大人头，请出过。这文文交接太守生要便是了。不是你，是。大人好了，好了。听得我眼前心心出毛，这几代排场太不张扬，出来早，古风我今朝安稳所见，一改面了，一问何子有你那我是为登门讨教，问上云
节粮不几倍，而且生草又能育，又这不就何必比肩啊？生不为一片诚意，我领会出长生更不能劳民伤财。白老你测去难受千百年，且待我走马方长与他的音乐就去放唱。是啊，母亲来语，就请你们先到官衙学习，孩儿在升将军查访一番就位。查访你连饭我们国清明廉洁的好太守凌晨怎么此次没将陪同太守将归集的深山沿海一路细细查访。此次有劳升将军刘太守，请老夫人啊。进城要去见新任的太守，总是见不到。今天只怕又是八宝一趟了。那些官家别等我们走投无路。不管怎样，我们要想办法见见新上任的刘太守。听说刘太守上任1年来，为官清正，专做好事，不与那些贪官污吏就你来往。这是官家也都是传话下来，禁止我们江道村的百姓进城啊！他们凭什么？到底谁是强盗？爷爷，你的病刚好，怎么老是偷偷跑出去呀？小孙女啊，今天是清明，爷爷未曾啊去祭奠祖宗啊。未曾，我也要去，我要回去看看老屋门前那个牛栏子是不是长高啦。哎呀，小孙女啊，我们的老屋早被拆了，田地也被钻了，哪里还有什么牛栏子哟？我要去嘛，我要去。哎呀，先生，进山去吗？
个地方清静的出气。哎，人都跑到哪里去了？这里没有人，可以叫你大人了吧？叫大人？没有人啊，你就叫我老公。又不是在家里，我是女扮男装，被你出来地府释放的。你不要随口一叫，路的饮茶。别人家抬水出来都是包表才中，至于我啊，出门跟一个老婆娘。怎么你不满意？我还不想出来跑腿露面呢。怪不得你这个人啊，经常放东放西，连饭吃过没有，水喝了没有，都忘过精光。老婆婆在家实在不放心，只好叫我这个媳妇扮作随从，更东更西，端茶送水。我要做酒保，帮你做事我是免费的，一个铜钱都没有。哎，老娘你呀，省了一份随从的工钱，拿去。哈哈，谁叫吕聪生来好福气，摊上一个双老能管的老婆呢？嘿，来，好啦，你就手一位。心诚，优秀琵琶下自成，几人前人太生疏，怎知今不与你，定情结三年，离苍颜真。怎么心疼啊？累死你！不过那多位神草也是出力不少啊。看起来沈都尉真是个官人之才。都是贵己有个能官的沈都尉，退官3年，上交朝廷的赋税去动了一倍，政绩非常。但细细观察，我心里却有心一分。你讲给我听听。父臣莫非新改朝的眼天马上随你于顺承，没有这么快吧？少说是一方终于成太平，为什么思绪切开与有名？那里愿一直气势应出好。一帮破译来生的百姓，在官衙前是有冤屈要受。等我本身有些他们之事，却也不见。这么巧，几次刑罚都不能解，是有些奇怪。陪我有深入调查甜美肤色，那沈朝总是推三阻四。平日他精在中，与其说是在领路，我看是在监督。
些人不在江宝城里待着，跑出来做什么？君老爷，今天是清明，总得让我们围城去祭祭先神吧。是啊，那又是你，哼！清明祭奠，这怕不是吧？是不是又想偷偷去见那个新来的太守？薛老头，你怎么不听劝？不是告诉你了吗？新来的太守公务繁忙，用不得你们老去太守府门口闹事当扰。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去见太守？是做的心虚吧？此刻不羞臊，你不要经久不缺，切勿拘啊！回去，回到江道城里，不许出来！回去！你们欺人太甚！我们这把年纪为做强盗吗？延年城是我们的家，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你找死啊！小江道配，我不是江道配，你们才是江道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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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道配！抓起来！哎呀，青云老爷，青云你不能抓他呀，青云老爷！哎呀，青云啊，青云，青云，哎呀，青云，我先见你了，我给小儿子看帖子，我们这，你高抬贵手啊，高抬贵手，叫你们经久不缺，吃酒。拿来。什么？你们欠的费呀？要多少？你们欠了人丁税、交税税，外加延期拖欠费，起码得1贯。1贯！徐老爷，这多少钱啊？我们这些穷老头子连7文钱都没有啊！没有？好，那就等凑够了钱再来说他啊！徐老爷，我谢谢你了。做梦！什么？你是哪里神仙？蹦了出来！我啊，君老爷听了。才下山东乱家，阴雨匆匆为今上。本应太守是老乡，得到贵的炮弹放，常言道互为贵，能帮臣子吃香啊帮，这老老少少相为家，为我君也没啥了。你真的是太守老乡？曲老爷，小孩子说话总是不当真的，您不要计较。与你啥相关了？全是帮了他。接着，嘿嘿，天上掉下个女儿家，出手倒是蛮大方，又是太守的老乡。好，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放了这个小东西。来呀，放了！欺负啊！欺负啊！爷爷，上次进城来呀，就是这位大叔和大哥帮我的呀。好人呐！老人家你是我们全家的老人家不要这样，快起来，快起来呀！走开，走开！老东西，我今天对你客气了，回去，回到江道城里，不许出来！走，回去！哎，不许出来！君爷，君爷，这些老百姓为什么只能待在山里呀？少啰嗦，这是我们省都为下的礼。生草，君爷，你们这样对老百姓，那刘太帅知道了，会不会挂在省都尉呀？哎呀，
只要这批吊兵接不到刘太岁，搿刘太岁是绝对不会知道的。好，只要他们接不到太岁，那刘太岁就什么都不知道。八月，你们做生意的不会懂的，主管的呀都有诀窍。好，主管不用神，个坚决两手抓，上得线，下得将，对上拍，对下压。上司来了，说的话，百姓头上哼哼抓。看看今日马正太岁到归期，不去巴结上司，埋头修什么节目，开根什么眼帘，落得一股穿凿不比的下场，这可是见错之节。好，原来是此啊！本来是此嘛。那要下雨了，大家马月，天色不早了，你们还是快点搭船回城里去吧。那你们呢？嘿嘿，我们啊，这到永乐村吃老酒去，想想我真开心。真的么小生意老子心塞，踏踏平平无要无情。喂，孙家，回去扶着我去嘛？去啊去啊！多少钱？哦，客官12文。这里原道引尊乡内10文，怎么涨了2文？客官呐，今日敲船的涨了，都说是官府要向京城送他礼，送他礼。哎，老人家，哎，这几年啊，苦卷子太多了，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我这船钱是不能不涨。哦，哎，兰玉，刚才就知道帮衬，身上只剩下10文了。孙家，还差2文，回去再补给你吧。委屈我到谁去啊？哎，孙家，孙家，你怎么永远啊？我倒不信，身边为找不出2文钱。哈哈，有了1文钱，1文钱，还差1文米。哎呀，你们俩到底走不走？我要开了啊！我要开了！孙家，孙家，你送粮送粮，孙家，1文钱，1文钱。为你1文钱，却是上下都落边。太岁为少1文钱，夜深风乱困江边，百姓求1文钱，苦里受下疲惫，当官换得1文钱，不见天亮，这见很缺。这婆婆同伴1文钱，你是救命草，又是铁手链。今天送你上青天，明天送你下老监。人从你要珍惜1文钱，看1文钱用好1文钱管好1文钱，看百姓一日无愁多挣钱。我哪怕身边找不到1文钱。
你先回去吧。那你我要上山去将老臣全部拘禁。上山？这么快的天，这么大的雨，你夫人呐，老夫人会担心的呀。兰玉，我们不是总找不到那些要劫我们的百姓吗？今晚夜黑一夜，那帮当兵的不会顶上，不正是个好机会吗？对，我们一起去。谢夫人，客官，快上船吧！船家，你开船吧，我们不去了。天黑雨大，你们还是快回城吧。老人家，谢谢你了，我们万一死不追了。太岁，你走起，莫非又去相称恩师查访？丑儿、兰玉，你们怎么晚不回来呀？你这年我
不下。聪儿啊聪儿，叶和玉堂，你可要小心啊！玉真君心难平，他敢不送在刘聪啊，把盆大龙靠不定，你若不是从路是，不是同路人情，心别有意，万事要听君声报太平。儿与夜桃路多年，前方迎追苦头地，一路不是问，一步也精神是一趟，一次走多年经。老人家，来，叶念琛早已开口回了，是孙朝强硬轻重，海军做重新更重。是啊，他前任马正开水之父，修造机污染了海水。为了将盐滩改造为良田，马太岁大大鼓励百姓耕种，千辛万苦建起了一个盐田城呐。谁知一个视此为民朝父的马太岁不知何故，在功臣之上还有被杀。那个太真太岁孙超，派官兵将抓了盐田城，把我们关进了深山，外关在这个江道城啊！明明是国家抢了我们的城，抢了我们的田，反是我们是强盗！是啊是啊，反是我们是强盗！别等我们3年了。死不家不归，无路不走。圣朝这位太岁杀力，无在当政，百姓不得生气，又不知申诉。大人，听着朝廷为屡屡褒奖孙都尉，肯定是骂通了朝中什么大事。他们欺天欺女，洗不了百姓的心啊！勤做良田，增税赋税，家暴增加，害苦百姓。他应总为托人间一万小他才。大人，我暗中团命，明晚都尉府常于中都财宝的17岁转折，就要进京应会，这就是不争呐！大人，可不能让他争成啊！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官为归京。好，老人家，你们放心，大家请回吧。你们这就走了？连口水都没有喝呀！老人家，听了你们的冤情，刘聪心中有愧，真是官府所为，害你们受苦受穷。但替你们解决了冤情，
好家欢庆之时，我再上门来，他谁？哈！好太神，好太神哇！你慷慨成你相好，三生遇见路呀长，你不必尽心生一方。黄山铁岭渡荆棘，从与关里关来往，你堂开生。恰似都一家人，人断人长城难塞，曾经要婚礼曾亲呀，既曾经这样的好过，为你擦心，情到无数些，你有一块苗中
谢大人。大人呐，一路走好啊！大人啊，家回去吧，你们快回去吧。都安排好了嘛？京城的事都搞定了，只要这次趁节日送上进贼，两齐国就全亲一日定为鼎力相报。今晚的他小孙怎能正式起航吗？大人放心，一切按计划进行。刘聪，请来了吗？跪体太岁刘大人到。我办事，你放心。好你个奸忠鬼，快快有请，有请。战功战宽来冲，一诉豪情。刘老人，沈将军，一张团团路断泥水落沙尘，宽清心。曾听四说十五日，无茶言官身须留意。难得应了陈情子，身官才用云去，总管咬牙情生子，颜色不为人曾经，这里属于儿生千里，丰收成其能在为是利。身藏三旬车程多周年，面迎清曲定台当兵卡西，曾经曾清秀佳郎可情意，原子园今宵一醉自己，哈哈哈哈！生归里，沈将军一片美意，能念起一路相逢的称兄弟。今日里雷从何方来投礼？一在当须。怎么，大人破律？一贼放血仇自尽。
一番，你只管放心去吧。请。好一个九龙之计千百扫，北战下来请见面。好，那刘聪就先进将军一大杯，太岁进军岂能不应？请大圣请。危险！就非何不可啊！这是贵姬节目上娘绕的上等成就。好，贵姬的成就名声哈哈，岂能不应？这是这么晚读了些红颜凤酒啊！好酒岂能无佳人？本品承劳，本品神。好一个本品承劳，本品神。此次沈将军，请。问题想要问你，问题，请讲。
痛快生生难得罪，有酒须尽心生生难得醉，有酒须尽心观音成道，观音成，观音成道，观音成，云里雾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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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欢喜，不欢喜。来，再接他们进酒。酒，来，一个个来。大人喜欢我的，大人喜欢我的，喜欢你，喜欢你。大人，你看你恨成什么样子了？将军圣经，岂能不贼？你走开！你忘了家中还有事啊！哎，家中有天大的事，沈将军的圣计也不能不领呐。哎呀，居然有这些妖精做陪嘛！他人好厉害的跟白呐！这是我娘舅的外孙的大的，专门派来鼓舞的。美酒佳人醉出事，一旦下水，准报长虹。哎，来玉，你怎么又跑过来了？来，我们下去喝酒啊！不要和这次一起喝。将军，看我们大人已经大醉，我们要回去了。哎，今日是我受人，我要与他人品酒，他人不回去了。哦，既是将军受人，好，那蓝云对他人敬礼3杯。好，酒得好，是该敬。沈将军，你要喝。来，倒酒。沈将军，宽且宽待，曾经以蓝云进军，你莫知深深的一许情关，何妨一醉。深深的一许情关，他人辛苦一年，今日何妨方郎迎合？你看，这些年轻女子都是身草特意为他人挑来的。哦，沈将军，你是要拉我下水呀？哎，这啥子？意欲何方啊？你们死死听听，是怕我家大人不孝顺。会长，你们这些女子，要是死而不追到，刘大人看不到你们，我就当夺你们的太后。此次来，既是我啥不怜香惜玉，这些似花似玉的小女子，反倒要遭殃了。好，那就喝。李大人，走开！大人，你不能再恨了啊！哎呀，李大人，
定算上门来纠缠，杀鸡举在是你难岂能怕凶？岂能怕凶？情为尊，那是今一场闹得欢，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不当乱，只怕是欢欢喜喜情儿淡，到后来不欢而散是难。还有事啊！我那气色凶是凶的呀，不讲道理，无节蛮残。不过在将军府中，我怕他做啥，让他来，让他闹。我还要喝。大人，你不能走，你家中还有事啊！哎呀，糟了，他这阵也太逆了，你说怎么办？大人，吕大人哎，沈大人，他真的醉了。蓝云，那就让老爷睡在这里，不要委屈了。不，你们要送他回去。要不说老夫人万罪成病，少夫人死会到此，我可管不了。好吧，来，有将太岁送回府听是。大人，我们回去了。哎，我没有罪，我还要喝。我没有罪，我还要喝。多谢沈将军。好酒。大人，难道你也醉了？你怎么能放他回去？杀根筋，我长了这么多心意，为这吗？是。今晚这个刘聪是醒不过来了。那我们去准备，去马的智商第一了不是？去刘府啊，去刘府。对，但是金银财宝声声马闹，刘聪今晚喝成这个样子，这里他无里无度的就睡了。只要收下，不怕他不是我们的红路城高，实在是高。老夫人，你在伤心啊？这牛排你吃也宽也宽，宽了就落来。老夫人眼睛要哭外的，老爷吩咐我们要管着你，喏，这明目的汤药，你每天都要按时服用。老夫人，老爷夫人回来了吗？夫人回来了。老爷说有要碗要盘，连夜就去了。夫人说，如果有人登门问起老爷，一定要说老爷居在家歇息。夫人晚上老爷吩咐过，今夜一定有客人登门，就请老夫人好好宽待一番。多为孙大人登门叩见呀，快有请。老夫人说，请大人进来。孙大人请。
将军，请。哦，孙将军，这么晚先来我家与我归棍呐？哦，我是来看看刘大人，他酒后可玩安他酒？哦，我儿就在才家歇歇。哦，那么将正好来拜见老夫人。奇怪，老夫人，这是我特地孝敬你的千年神参，是刚从高丽带来的。哎呀，此次厚礼岂能随哎，老夫人不必客气。孙将军，沈草从小失去双亲，那是一见老夫人慈眉顺目，心中就有亲切之意，总想前来拜吧。是啊，老夫人，沈大人平日中讲，刘太守啊，尽享天伦之乐，真是福气。听说老夫人还时常亲手替刘太守梳头呢。是啊，孩子在他也是娘的心头哟。别看刘聪当了太岁，这梳头总是我来动手。30多年了，吃惯了。唉，可惜沈草从未想过这种福气呀。哦，听将军之言，莫非是从小失去双亲？来，坐下讲，坐下讲。好，请。大人，你还有事？难得来看老夫人，你先去吧。我该做什么去做什么。是老夫人，在下先告退了。去吧，孙将军，请用茶。请。老夫人啊，可叹沈草生来命运不济，从小被亲人遗弃，在马帮里长大，颠沛流离，从未尝过父母无爱的滋味呀。怎么，你是在马帮长大？孙将军，你也不用太难过，人生总有不如意的事。别看我们和家团圆，其实也有伤痛啊。哦，我一个儿子134断了，到现在音信全无。你有个儿子断了？很多年了，我实是夜想，以泪洗面，哭得眼睛都快困不见了。老夫人就在哪里？我帮你去寻，帮你去找。山东梅病。梅病？那一年，我丈夫出外谋生，我带着2个孩子参加，谁知本着起兵烧饭，烧杀掠抢。我带着孩子从梅病家中逃出，中途刘聪得病，我只得将1岁的小儿刘勇放在破庙之内，带着刘聪去看病。谁知等我回来，勇儿他再也走不着了。我发疯一样的到处问，听说有一群马帮再次经过，听到哭声，谁把他带走了？老夫人，老夫人，我可以睡。老夫人，你那孩子身上可有新闻？刘家祖传玉佩，一块在他身上，
一块在我这里。那牛背背靠着一个斧子，旁边可有一团花，你怎么会知道？老夫人，你那孩子是不是身着素色马衣，裤子上绣有粉色花纹？你怎么会知道这样清楚？29年前，去在梅坪的破庙里，一个才1岁的孩子被丢在那里，无人照看。他有人有我，哭个不停。正好一群马帮经过，为谁的可孩子太可怜，就带罪人。他那后来呢？马帮的生涯风沙莫比，可怜这孩子在马背上颠沛流离，陪到了，陪着吧。直到有一天，他离开了雄赳的官邸，逃了出去，一个人流浪，流浪。他当了兵，不管日子多久多苦，他也不肯卖掉母亲留下的那块牛排。牛排。要找到母亲，认认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孩子丢去不管。我就是那个孩子。母亲，我的亲30年苦几番，以为父王。今日里一生穷，终报上。多少愧疚，娘心内藏。这宝贵常使我终身心痛那时间你兄长顺平生滚烫，慌乱中我难以觉人无声报，我只有背上南冲心两方，难见过襁褓中的小儿郎，用儿哭我回头望，从儿
我心慌，昨夜难泪，又夜难，狠狠心我把娇儿放一放，谁知道回来心儿不见，是铁公心。30年啊，3夜夜把儿想。母亲，母亲，母亲。刘聪太岁就是我的兄长了，好，天哪！儿啊，我去把你兄长叫出来。你兄长他也想你想得好苦啊！你兄长他不在家？他不是就在回家了吗？李叶派要安去了。什么？派安去了？是啊，儿啊，你嫂嫂，我去把你嫂嫂叫出来。嫂嫂，派安去了？派安去了？莫非
去马得了，一定去马得沈将军，我知道你为跟来我家的。刘大人，你不是喝醉了吗？是你想让我醉，可惜刘聪要么不喝，要喝起来却也是黑脸。你早醉，我咋不醉？是我他是我好让你放心地跟到这里来，而我正好去看看你那一日山川的金银财宝。一日山川呐，深藏那可都是贵气的名字名高啊！好你个调虎离山！对不起，坏了你的精神头巧。好厉害的太守，好团心的都尉。上天有好生之德，臣妾难用团夫之过，得到分赐，岂上臣往往告诫，律法是也。万好啊，是万好，糊涂不识字，何况识着自己啊，聪儿，你回来了。母亲还回来了，来来，那一十三条错全都扣下了。好，你的夫人，沈大人，我却是太守夫人来云。你们，哎呀，你们在说些什么呀？哦，聪儿，来来来，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喜事，我们10月4年的情人找到了，真的，的的确确2块玉板。弟弟在哪里？兄长，是啊，孙超就是你10月4年的亲弟弟。30年了，他受了多少灾，吃了多少苦。老天呐，我们终于团聚了。兄长，我也一直在找寻着你们。老天保佑，这么巧，来到府中见老夫人，判断起来前因何故，也有混合。这莫非是苍天除毛啊？知道我们两人身家，弥补这30年的思念之痛。儿啊，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娘，母亲，娘今日太高兴了，这一辈子的遗憾与规矩，今日终于弥补了。母亲，娘欠你弟弟的真是太多了。母亲，母亲，真的，母亲。娘亲，从我
兄弟，终于团聚，这本是天堂的喜事，实欢喜。有谁知生草情事钟情，还钱财还把戏，他最怕不去。把生意当红人，不岂能因死匹夫来寻情？越将手机泪挑明。老娘亲泪眼目，父儿亲呐。叫他同杀，才是情深，是情深。聪儿，今日团圆之喜，你为我闷闷不乐，默默无声。这一孩儿放在旁一个堂屋，又曾同喜。什么大哦？贵姬的梅溪国有，为了踏出正经，这样将叶延城百姓早已开垦的良地，谎报着兴许水里新政之地，目前新定耕种，加派征税赋税，这里百姓恰被关进身上。他们失去户口来源，要有赋税却万不尽，百姓高潮却被关押禁禁，逼得那些贼腿俘虏的只好去当了强盗。好狠心的官员呐！更有甚者，可恼可恨团难成，欺上瞒下无乱意，多宝坑荒落万门，树高张庭金盘林，要有富帅百家争，表面风光不把心。魏继全这几年来的征税都是假的，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政绩显示才能迎来了朝廷战胜，我以为上下忠义送民间会得成，为富贵中饱私囊还无心，老烈王真可怜的老百姓啊！
多情人，与你只想天与你，他们是心机当中对我这里多受人，夫妻是在要也是美男生存，受不报一难，是家园千山里，被魂不配麒麟这样的官员。扪心自问，你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良心吗？什么？孙操他？母亲，孙操身为都尉，退官归晋，才子难逃。兄长，你为了保持富贵，千方百计与当朝国舅梁冀通商关系，趁梁冀受人将之，要送上13船的金银财宝，那些船只今晚就要启程，盼我知晓私下军言。时而将计就计，但蓝云进去，家贼离开，孙操以为无事，跟来辅助，我却带上精兵强将，包围航船，把争取财。关羽一封信给梁冀的书信，言之恶意，难以什么举状。居然恳求梁冀将他随作逆子。孙操你丧失天良的团官，没有这样的东西。孙操，我儿，你兄长之言可都是真？我团长王法欺压百姓，可都是逆子所为。母亲。我当你！母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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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容我，让我好好的困困你。我早已变成这个样子。是什么让你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了？怎么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母亲，我沉下了眼。母亲，我何苦要生你这样一个儿子？母亲。我下了。母亲，母亲，
欢喜。从军立功去发奋，深度为业主那太师马正修节目肯言天差富于民马。
弥补你呀，这才是不能见阳光的嘛！不，我是实在远心，亲人奈何，兄长来恨，亲自怜悯。儿生怕此事，派遣总管前往金城疏通，想与国舅两地攀上关系，不惜代价送上财宝，才知半千杀退，砸了自己的家。兄长，我错了，我后悔，我想不明成全，我想复悔恩仇，恰从小没了爹娘，无人教诲，也少不成言人一团。请兄长宽在三子亲人也要我执照，令我兄弟辞官不做，归家乡侍奉老人，也家人无忧无惧，让我不让这30年地是的天人之乐。兄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兄弟同根不同命，因才有这重逢离别心。这里长愁慈母亲教诲，离生平今生自好不团圆。他那里舍不孤雁落尘埃，父母爱，谁能谈？谁人教育？谁人栽培？也早从回落高过，守挂钱在家逢求生，苦苦思财，一愁再愁越恨还悲，愁与愁，悲不悲，几经谁苦名气，因不可问，就像饮水清切，清心不爱，心不爱，为官为民守得正，守得正，去风雨，去风雨是宽慰，民心不哭泣，气息必无在，不是情谁愁，无法不能为。母亲啊，你叫儿一声谈谈，母亲心。怎能亲手送听？
国寿尽岁错，立法不能为，这道理天经地义，人也明白。你身为朝廷命官，这所在，为了百姓，你无需顾且为娘。我这个瞎了眼的老太婆，也就不会包庇一个犯了大罪的儿子。孙超，母亲，娘对不起你呀，娘不该把你丢了，你变成这个样子，娘的心痛啊，母亲。你要好好听你兄长的话，也就静静听凭朝廷法度。当然有个三长两短，你的家人与我们照顾，你放心，为娘一定会好好管教你的孩子，让他们像你兄长那样，成为了真正的母亲骄傲的孩子。母亲，少为娘敬你们兄弟二人好好的诉一次的。把这家小妹妹哪里去了？落雨天黑了，鸟却归了家。小妹妹，侬不要把快回来晚走了。阿娘叫头叫，叫头叫叫回家。去晚了，回家去晚三
13年了，来了又要去了。长江断桥断一句，洪水滔滔两雨，平静匆匆情雨月诉欢喜，且行一阵，空空一浪，情梦一许，清风一许。伯伯最好。生老了，夜下了，路也不好走。母亲，从来母亲，前面就要入桥了。母亲，小心。轨迹虽是桥东，我们家乡也有桥。聪儿，你的手下带着勇敢的家眷，幸为满病家中，想必已经到了。母亲，想必到了。雷大人呐！大人呐！你这就要离开国际了啊！哦，乡亲们都来送你了。老人家，不劳你们相送，刘聪最受不了离别之情呐。大人，你千万留步，我们国际的百姓都要来送送你这位好官啊！心意领了，这是农忙季节，千万不要打扰乡亲们呐。叔叔，你慢点走，这些钱借你的。姐，是啊，大人，当初我们困难之时，你出手相帮，如今你就要离开国际了，别无所据。这一串钱，你路上也好用。不，刘聪绝不能收下。叔叔，这些钱是我们平时攒下来的，一片心你一定要收，你一定要收啊！一片心。就收下一份，带上你们的心意，全做纪念。大人，乡亲们临时得知他人要调理国际，没有想到你走的如此匆忙，我们今天做好的安民伞都来不及拿过来。老人家，刘聪在国际生这3年，何德何能，受乡亲们如此厚爱呀！大人啊，你真是苦一心为民、一尘不染的好官啊！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是啊，是啊，也不知大人你这一走，还会不会再来国际看看我们大家？让我们再送送你吧！是啊，让我们再送送你吧！大家不要再送了。刘聪。走了七三夜岁，大人啊，长街
家，虽不是家乡，一旁。